你好，大家好，今日9月18號2012年，又係我吉仔同阿標叔喺度暢談一周股市嘅動態嘅情況吓。上次收咪之後呢，上個星期真係 QE3嗰啲同埋德國嗰個法院呢就通過咗，即係俾佢哋德國可以救市啦吓，咁冇違憲法咁樣啦，咁所以上個星期一應聲呢個股票就大升嘅。咁上個星期同大家講過，譬如嗰啲金銀銅鐵石，即係嗰隻 SLW 嗰啲，因為大家都認為政府要係咁印銀紙咧，遲早通脹就會出嚟啊，所以都有啲斬獲喎，大升喎，標叔啊！咁聽講你啲兄弟即係聽完我哋個 blog 之後都揾到啲咁啦。係啊，上次係35蚊，即係都即係超過10%咁啦，咁所以都標叔真係財神爺帶㗎啦，兄弟揾錢。咁希望大家揾到錢啦！聽呢個 blog 之後，因為我哋呢個 blog 雖然免費啫，咁免費完之後呢，都希望大家識做啦。好啊，咁其實今個星期呢，就相對嚟講呢，嗰個經濟數據各方面就比較冇乜特別嘅新嘅資訊出嚟，咁盈利嘅 season 亦都未到啊，咁就啱啱9月份完咗，即係下個月至開始嘅，咁所以依家咁你點睇呢？標叔呢一個幾兩個星期嘅走勢，你覺得？咁點講呢？我哋以前都講過啦，我不嬲即係呢半年來呢，成年呢我都係咁講嘅。Statistic 即係統計總統大選年呢，要連任嘅話呢，個市90%一定要升，咁佢先有機會。OK， 好啊，咁其實仲有今日有另外一件比較係有啲新聞呢，就係 Yahoo 方面呢Yahoo YHOO 呢，咁就佢就同呢個阿里巴巴中國達成協議嘅，咁就將手頭上一半嘅佢手頭上一半嘅阿里巴巴股份呢，大概係20% 左右啦，就賣翻俾阿里巴巴，就作價76億美金。咁大家如果喺 envelope 後邊計一計嘅話呢，咁即係剩低落嚟，佢阿里巴巴嘅資產都仲有80億美金，即係加埋兩個資產呢個阿里巴巴其實就佔150億美金嘅。咁佢手頭上就有10億美金嘅現金，咁冇負債，咁而且佢仲揸住呢個 Yahoo Japan， 即係日本方面呢就有上市嘅，咁嗰個市值大概係70億美金到，咁大家加埋上嚟都即係220億美金，但係佢今日呢好似又冇乜喐到喎。咁就個市值都係維持喺180億度，咁大家就覺得話點解會咁大隻腳隨街跳呢嚇？咁其實無他嘅，因為大家對 Yahoo 嘅前景呢，其實就非常之擔心嘅，覺得佢個網站呢就遲早玩完，咁因為佢就唔夠 Google、Microsoft 同埋呢個 Facebook 競爭，咁所以科技股呢，大家都係憧憬呢個增長方面嘅。咁但係雖然佢個資產咁雄厚呢，佢就唔同嗰啲地產公司咁大家覺得佢就係根本喺度食老本，根本就係慢慢將啲資產賣出去就還翻俾股東，咁所以大家呢對個興趣就不大嘅，咁所以大家就而且仲因為 Yahoo 有個折讓呢，就係因為佢以前呢嘅CEO 成日周圍去收購，咁次次都係蝕大盤收場，所以就覺得大家應該比較 discount 佢，即係8折咁呢，所以就大家就差唔多啦。所以大家覺得話哇佢啲資產值咁多錢，咁就呢家就抵買啊！咁其實大家就要有個心理準備，或者都係會打橫行咗成差唔多10年，都係差唔多咁嘅情況，除非嗰個 Marissa Mayer 有咩特別嘅突破，好似阿 Steve Jobs 對蘋果咁樣嘅啫。我就對呢間公司不嬲都即係冇乜評價啦。相對對佢哋好啲嘅時間就係因為以前嘅 Jerry Yang 即係大家都係華人，咁即係對佢比較有感情啲啦。我買股票我就即係好耐之前已經好多年都冇買佢啦。咁你見到呢個圖啦，幾年裏邊都係多幾蚊嘅 range 裏邊，即係可以一句就係欲哭無淚啦。係啊，所以大家就要小心，有時即係華爾街就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啦，上深一層，但係大家知道有少少玄機。咁另外一隻呢，就係 DECK， 即係做嗰啲靴嘅，嗰啲細路女好中意做嗰啲靴。咁今日就大跌咗4蚊。咁但係如果大家一睇呢，就覺得佢或者話好平喎，PE 得9咁樣。咁但係大家細心一睇呢，睇佢盤數。個盈利雖然每一年係增加，但係個 cash flow即係現金流量呢，就每一年都係減嘅喎。即係譬如喺之前幾年嘅差唔多1億美金，依家得翻個3000幾萬，即係代表佢雖然 earning 做到好靚，但係佢現金方面，佢或者係推咗好多貨出去個鋪頭出邊，攞唔翻啲現金方面，要大呢個做呢個促銷啊。而係今日大跌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有啲分析師就覺得就聽到佢有減價促銷方面。
個圖形嚟講就比較差啲咯。